国彻底清除穆斯林信仰。东突厥斯坦沙湾县金沟河镇柳树沟村是一个典型的穆斯林村，以前曾有3座清真寺。2018年2月，当地政府以反恐维稳为由，将该村3座清真寺的4名阿訇抓捕。1天内，柳树沟村的3座清真寺被彻底拆除，并挖坑埋掉废墟，清真寺就此完全消失。沙湾县位于东突厥斯坦西北部，总人口约21万人，其中回族、维吾尔族、哈萨克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/3。东突厥斯坦问题，凯塞利土耳其灰狼组织举办了关于东突厥斯坦的会议。东突厥斯坦理事会主席图姆图尔克会议上发表讲话，他介绍了东突厥斯坦问题及其最新进展情况。此外，东突厥斯坦新一代运动主席阿卜杜萨拉姆·塔克里马堪应邀访问印尼，并会见了万隆市副市长。中国和伊朗的战略伙伴关系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，中国重视并希望伊朗在地区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。伊朗方也强调了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。根据中国外交部的书面声明，王毅和伊朗外交部长贾瓦德扎利夫在首都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会面。委内瑞拉防长回应美国威胁，委内瑞拉国防部长罗佩斯19日强调，伪军方永不接受外国势力的命令。罗佩斯当天在电视讲话中说，委内瑞拉正遭受美国发动的混合战争袭击，无论美国如何威胁、讹诈、操纵或制裁，委内瑞拉军队都将在宪法框架内履行职责，永远不会接受任何外国势力的命令。帕德里诺还对瓜伊多喊话，要想成为总统，必须先跨过我们的尸体。美国、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是共同威胁。伊朗革命卫队陆军副司令塞拉米批评华盛顿、特拉维夫和里雅得政府，并声称伊朗拥有打败超级大国计划。伊朗革命卫队的副指挥官侯赛因·塞拉米声称，伊朗有打败超级大国计划。他强调，美国、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对该国东南部的一次恐怖袭击负责，该袭击造成27名士兵死亡。